各位兄弟平安，佫是一个主日，咱来迎接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咱同在做伙来学乐。咱来看圣诗38首，学乐专营的主上帝，伊是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快乐，拯救你，着学乐尊重。听去的人，着进入伊的圣殿。 甲我同心欢喜称赞，学乐万有的上主上帝，管理实在其意，保护照顾，你袂受害，软弱得主扶持，你敢无看心内所幸无的事，照伊命令得到赏赐。这首诗讲着讲，咱着要来学乐上帝，听见的人就爱学乐。 听见的人嘛都要来信伊，所以咱伫这个世间，咱都爱互较侪人来听见，听见上帝的名，听见耶稣基督的救赎。咱来唱第一节甲第二节，来。我专良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以这里大悲大敬。 真好吼！一个透早起，咱就来学老主。咱来看圣诗182首，圣诗182首。伊讲着我信全能上帝，永远做我天父，仁爱阳光关平照全，公义治理天下。第二节，我信耶稣基督，甘愿赎人。 罪恶，定十字架，献身做祭，忍耐袂通测度。伫这首182首圣诗，伊就讲着讲，咱爱信全能的上帝，伊是全能哦。啊，搁一个上好是啥？伊是永远做咱的天父。哦，咱在地上，咱的爸母可能会过去。咱有这天的爸呢，是永远甲咱三个斗阵。伊是忍耐，伊有阳光。 伊有官兵，伊用公义咧治理天下，所以咱的所行所做，上帝拢知，所以咱在行公义伫这个世间。伫这第4节内底又讲，我信三一上帝。哦，伊原来才有写讲，我信三位一体。啊，即个圣诗者改做三一上帝。所以咱来看这个PowerPoint 就是共款，咱来看圣诗，伫这咱爱原来三位一体，就爱改做三一上帝。三一上帝上，爸、子、圣神，伊拢有伊的位格。伊是同体、同性、同心、同情，尊贵、阳光、无体。咱来唱第一节甲第4节，来。我心专良上帝。 仰望最高天父，仁爱阳光关平照正，公义治理天下。第4节。我心三一上帝，白家相信上帝。
款哦，咱较等上尾首的是圣诗，哦，嘛有安尼，哦，伫个390首这共款，哦，伊共款有讲着三位一体，三位上帝，哦，啊尾首圣诗，哦，咱即马无要串联，咱来看圣诗，圣诗182首。咱来看131首，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人若伫世间拄着忧闷甲伤悲，伊若听见主的名字，心内忧闷变欢喜，时时感谢永无离。所以，咱伫咱这个世间吼，咱会拄着咱敢若想的无共款，有当悲伤，有当忧闷，有当身体无拄好。伊只有讲到，伊若听见主名字，心内忧闷就变真欢喜。所以，咱都会知讲，耶稣基督的名字会使互咱忧闷变欢喜。所以，咱有安尼想到无？咱称好伊的名，就会使互咱忧闷变欢喜。我伫我的生活内底，我是用念2句话：感谢主，俄罗斯；感谢主，俄罗斯；感谢主，俄罗斯。你哪感谢哪俄罗呢？你欢喜起来。我有当时暗时吼，倒遐无好困，我想咧就安那念。默念，感谢主，俄罗斯，感谢主，俄罗斯，念几遍，唔知影几遍就忘记啊。所以耶稣基督伊会真做咱的帮衬，咱都在咱的生活内底来学习，听见主的名字，咱忧闷就变欢喜，咱都爱感谢永无离。所以感谢主，俄罗斯是咱喙内底、心内底时常爱讲的。有当咱拄到的环境无一定拄好，咱嘛喏，感谢主，俄罗斯。可能你破病，你嘛感谢主，俄罗斯，敢有影？有影。可能你破病了安怎？上帝有你感觉讲，你的生活爱改变，你的作息爱改变，你的啉食爱改变。当你安怎，搁定头来看时，你身体安怎都较勇起来。哦，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来。来，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伊若听见主名字，心内忧闷变真欢喜，时时感谢永无离。来，主耶稣，主耶稣，圣尊名。世之上往昔有一项光芒，就是天地的欢喜。第2节来，人他深深求主耶稣，心无忧错，忧错就坚固，虽然拄着患难。虽然拄着患难艰苦，切切记到永恒。主耶稣，主耶稣，伊的圣尊名，圣尊名，世上双梦是伊，双梦是有一项光芒，就是天地的欢喜。咱爱仰望这天，哦，迄是天里会带互咱永远的欢喜。咱来备办心，来准备俄罗上帝。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就是润泽土地，互地上发芽结实，互野种的有种子，互食的有美牛。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是要食我所欢喜的，要互我所期以做的事得到行通。咱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38首，学老全能的主上帝，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请咱三甲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救主，阮再次感谢你的恩典，想视阮台湾这块美丽的乡土，面对着世界动乱的局势，甲来自中国不断的威胁，总是伫主的保守之下，阮所有的人民有缘展现了成熟的民主。伫顶一个礼拜，顺利来选出后一任的总统甲立法委员。虽然选举的结果无法度互每一个人满意，总是阮相信主你伫这中间有你美好的旨意。阮再次恳求主你赐下稳定甲智慧，互国家的领导者搁较谦卑来听人民的声音，重视社会公义甲弱势的民众，也互无论执政也是在野的政党，
将人民的利益看作是第一要紧，共同来打造台湾这块土地，真做人人拢会当安居乐业的所在。听从阮的救助，这几天是大学入学学科能力测验的日子。阮即时也要为着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也包括阮教会在内的侪侪囡仔来祈祷，恳求主你来引带因，会当用平静的心来应对人生中这场重大的考验。主，阮也再次要为着这个年轻的囡仔来向你祈求。面对着这个已经被大人所改变的世界，用金钱甲社会成就来评判一切，囡仔因往往无法度选择因家己的未来，只有会当行伫阮大人用家己的价值观来替因规划好的道路顶面。侪侪囡仔面对这个世界，因内心充满着迷茫、空虚甲惊吓。因心内的声音无被听见，因真实的需求无被看见。恳求主赦免阮，也再次帮助阮，放下世俗价值的谈判，引带阮的囡仔来到主你的面前，教阮再次做伙来认捌主上帝，追求真理甲圣神，了解上帝你亲自为因所备办的道路。恳求主帮助阮，甲阮的囡仔，较赢俗世甲物质的欲望，专心来追求上帝所赏赐的公义、听和平，会当得到真正喜乐的心，甲丰盛的生命。但阮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阮要照着主你在早教示阮的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去，着叫阮脱离迄个歹业。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应文第25篇，圣诗后面1043页。启应文第25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圣诗第103篇，咱三甲来启用。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会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实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样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类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
就是遐个遵守伊个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的旨意的车赛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咱说过三甲来吟圣诗第182首，圣诗182首，我信全能上帝。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坐，咱搁三甲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当阮在厝恳求你的恩典，恳求主你的灵，甲阮每一位伫礼拜堂内专心一致来就近你的会友同在，帮助阮清气阮的心内，互阮学习接纳阮身边甲阮无共款的人，帮助阮对骄傲自大的罪恶中来得到讨放，帮助阮用谦卑甲恭敬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听从主你的教示。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三甲来共读圣经，罗马书11章第1节到36节。罗马书11章第1节到36节，请大家看听我来读。安尼，我要问：上帝减有放杀伊的子民？绝对无。我本身嘛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属便雅悯之族。上帝毋捌放杀伊早就竞选的子民。恁敢毋知圣经有记载，以利亚对上帝控告以色列人讲：主啊，因杀死你的先知，拆毁你的祭坛，只有剩我一人。因嘛咧笑想我的性命。毋过上帝安怎应答？伊讲：我有为家己留7000个毋捌跪拜巴力的人。现今即个时的情形嘛是安尼，上帝有留用恩典竞选的少数人。既然是上帝的恩典，就毋是根据人的行为。若根据人的行为，恩典就毋是恩典。若安尼，以色列人无得到因地追寻的，只有上帝所竞选的少数人有得到。其他的人心硬毋听，照圣经所记载，
上帝互因的心灵麻痹，目睭看袂见，耳孔听袂着，直到今仔日。大笔讲，着互因的言舌成做含气落网，互因绊倒，做因的报应；着互因的目睭花袂看见，互因的脚趾拼永远翘久。安尼我要讲，以色列人倒落去，剑拢爬袂起来，一定袂安尼。颠倒，因为因的过失，拯救临到外邦人，来激起以色列人的怨妒。既然以色列人的过失会互世间人得到丰富的祝福，因的失败会互外邦人得到丰富的祝福。何况以色列人若全数得到救，迄个祝福减袂搁较丰富。现在我对恁外邦人讲，既然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看我的这份做阳光，安尼通激起我的同胞的怨妒，来救因中间一寡人。以色列同胞受气杀，若会互世间人甲上帝搁和好，因搁受接纳，也毋是亲像人对死搁活。头一块面丸，若性别归互上帝，规床拢嘛会安尼。树根若性别归互上帝，枝嘛拢会安尼。人甲橄榄树枝种起来，将恁遮的野生的橄榄树枝接落去，来接受共迄丛树根的营养分，恁就毋通对种起来的树枝夸口。恁若要夸口，就知毋是根在挖靠恁，是恁在挖靠根。恁检菜要讲，这个树枝种起来是要甲我接落去，对，因毋信才受种起来。你对神才活会条，你毋通骄傲，着惊吓，因为上帝若要留原来的树枝，嘛无一定会留你。所以，着知上帝的慈爱甲严格，对罪恶的人，伊真严格。毋过，你若继续挖靠伊的慈爱，伊就用慈爱对待你。若无，你嘛会受震动，失去伊的慈爱。以色列人若毋是坚持毋信，就会受接倒转去，因为上帝会当甲因接倒转去。恁遮的对野生的橄榄树种起来的树枝，上帝拢会当违反自然，甲恁接治好的橄榄树，遐个原来的树枝减无搁较应该接倒转去。兄弟姊妹，我爱恁知即个奥妙的真理，才袂想讲家己是聪明。即个奥妙，就是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硬心，到外邦人归主的效目满为止。安尼，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会得救。照圣经所记载，拯救的会对锡安出来，伊会拄起雅各的不虔不义，迄时我要拄起因的罪，这是我甲因所立的约。一方面，对福音的观点来讲，以色列人因为恁的缘故，真做上帝的对敌；另外一方面，对竞选的观点来讲，因为因祖先的缘故，因真做上帝所疼的人。因为上帝的恩赐甲竞选因改变，恁外邦人以前无顺服上帝，现在因为以色列人无顺服，恁才得到怜悯。同款，因为恁有得到怜悯，因现在无顺服上帝，是要互因嘛会得到怜悯。上帝将所有的人拢关伫无顺服的状态。是为着怜悯所有的人，上帝的丰盛、智慧、财物，偌尔深沉啊！伊的判断恶得推测，伊的道路恶得找着。什么人知主的心意？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什么人捌先互伊什么，伊就报答因。
因为万米拢出伫伊，活靠伊，归伫伊，愿伊得到荣光，直到永远。阿门。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即点，请阿萨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真奇妙、慈悲的救主。这点请郑永文牧师讲道，上帝无放杀伊的子民。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阿萨诗班今日用真奇妙、慈悲的救主这首真水的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咱对几礼拜前进入第9章，罗马书第9章一直到11章这段，内底咧讲起上帝拯救的计划，确实
上帝拯救的计划非常奇妙亲像咱今仔日阿萨斯班所唱这首诗的表现，迄个奥妙有时阵是超越咱所会当想象的。即几礼拜，保罗伫第9章到第11章讲起即个以色列甲教会的关系，伊是通过救赎的历史咧讲这段。第9章先讲起以色列的过去，到第10章到11章的一半，讲起以色列的现在，到11章的上尾咧讲起以色列的未来。咱今仔日的经文拄啊对现在继续讲，然后带到以色列的将来。伫最后，保罗用上形一个真水的上形来做结束。今仔日经文有较长淡薄所以咱一段一段来简单甲大家分析伊内底的重点。伫第一段1节到第10节。伫遐讲起以色列受竞选是少数的人。第一节讲安尼，我要问上帝敢有放杀伊的子民？绝对无。保罗用这个修辞的问题来问，答案是真清楚好定，上帝无放杀伊的子民。大圣伊用家己做例。伊讲：你若看我就知我就是一个以色列人我已经跟底耶稣我家己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便雅悯支派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伫第4章已经讲起，亚伯拉罕要成做称义的人的属灵的老爸。保罗用家己的支派。便雅悯讲，我是便雅悯人，带有真骄傲的迄个气味。确实，因为便雅悯是以色列人中间上帝除了犹太支派上爱的一族，所以讲我就是一个互上帝拯救的人。对第2节到第6节，伊讲家己的例以外，伊开始引用以利亚。旧约真出名的故事，伫遐做例。伊引用《列王记》第19章，伫遐讲起以利亚伫遐埋怨讲，这以色列人拢放弃上帝。结果上帝讲，我家己有为家己留7000个人，毋捌伫巴力头前跪的即个子民。所以伫遮保罗用以利亚甲伊迄个渔民的群体来讲起，上帝有用恩典竞选少数的人。到第6节，伊的结论讲，人袂当靠家己的行为，因为人若靠行为，恩典就毋是恩典。伫遮咱会当停落来小看一个旧约的先知的传统。真清楚咧讲起即个渔民的一个历史真侪先知慢慢发现，以色列人并毋是全体拢要忠实伫上帝，总常常有迄个失脚离开上帝的时阵。不过，伫以色列中间，上帝总是有留一部分的人。无放弃因对上帝的忠心。咱若读旧约的先知阿摩斯、米迦、西番雅、耶利米、以西结，伫因的作品内底，拢讲起即个渔民的概念。不过内底讲了上清楚的人是以赛亚。以赛亚甲家己的即个囡仔。号名叫做西亚雅述，这个名意思就是讲少数人有一天要倒转去故乡，就是渔民的概念。另外，以赛亚伫伊的作品内底也一再讲起
这中心的渔民的观念。所以，伫旧约的先知的传统内底就慢慢已经有一个真要紧的概念：选民无等于就是渔民。以色列人毋是全部要得救，选民上帝有伊特别的旨意伫遐。咱对几礼拜前就看见保罗定心要定义什么人是选民。选民就是咧无共款的万国万民中间，愿意跟底耶稣的人，要成做新的选民。过来去第7节到第10节。保罗用少数人去用竞选，甲多数人心硬来做对比。伊引用以赛亚、申命记，阁有引用诗篇，真侪只经文，要来讲起这个重要的道理。心硬这字原文是被动的，互人心硬。这个希腊文。这个动词伊的例句是 parosis，parosis 这里是医学的用语，讲人啊手还是骹断去，伫断的迄个所在，伊会慢慢啊生迄个硬的瘤，迄个硬的瘤愈生愈大粒，迄个部分互你感觉失去迄个感觉，你慢慢啊迄个部分感觉无感觉。所以心硬这字，敢若咱顶礼拜咧讲迄个无知的概念，以色列人是无知的以色列人。心硬代表无感觉，无知还是无感。所以第7节到第10节这段经文中间，保罗咧讲起上帝一直拢在竞选伊的渔民。总是多数的人愿意留伫家己的状态，上帝也容允因留伫家己的状态，心硬这个人应该爱定罪，受定罪。过落去对11节到24节这段，保罗伫遮强调，犹太人虽然跋倒失脚，但是这有上帝目的。上帝要通过因失脚，互救恩临到外邦人的中间。保罗伫遮嘛暗示讲，犹太人的失脚是暂时的，将来因会阁倒转来伫上帝救赎的计划内底。这段的11节，同款用修辞的问题来问：以色列人倒落去，减拢爬袂起来。伫遮倒落去甲爬袂起来，这两字是有对比的。倒落去就是咱前几礼拜讲的迄个去互石头绊脚石互伊跋倒跋倒迄个意思。跋倒就是讲人听到福音，心内拒绝、生气，所以跋倒。这个跋倒是暂时的，爬袂起来。就有迄种永远去用拒绝的意思。保罗伫遮问以色列人跋倒，敢永远爬袂起来？伊嘛讲毋是，毋是。这有一个目的，因为因的过失拯救要临到外邦人，也要激起以色列人的怨妒。保罗伫遮开始讲起上帝救赎计划真奇妙。犹太人跋倒，颠倒，互外邦人得到救恩。外邦人得到救恩呢，检测会互以色列人怨妒，激起因的怨妒，因嘛会想讲也要得到救恩。所以伫12节，保罗讲犹太人若因为因的过失，互世间的人甲外邦人得到福气，安尼，那犹太人家己嘛会当包括伫上帝拯救内面，安尼即个福气，毋是搁较丰富吗？伫遐讲全数得到救，
全数得到救。这咱到后壁26节会阁保罗会阁讲一解。吼，啊，这个诚做咱今日爱来探讨的一个真要紧的题目。以色列人敢全部要得到救？吼，13节开始，保罗转向外邦人，敢若咧对因话话，安怎讲喊话？吼，伊讲我当要对恁外邦人讲话，啊，我吼就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我看我的职分做阳光，我仰望，因为恁外邦人得救，通激起我的同胞的怨妒，来救因中间的一寡人。保罗直接讲出伊的一个想法，当伊咧外邦人咧宣告的相时，伊嘛仰望犹太人会当得到救。伫遮咱会记得保罗，伊伫使徒行传内底描写保罗的宣告，常常拢是即个模式。保罗去到每一个城市，头一个就是去犹太人的会堂，甲因传道理。结果后来去互犹太人甲伊拒绝，甲伊赶出来，伊不得不才开始转向外邦人宣告。所以即个保罗体会到迄个上帝拯救的计划，其实是对伊的经验来的。上帝本来大心要救犹太人，但是因为犹太人拒绝，颠倒互外邦人经验到救恩。但是伫遮伊心内无放弃伊的同胞，伊仰望讲犹太人会因为即种的怨妒，嘛会当有一寡人通得到救。过落去到第15节，保罗用受气杀甲受接纳这两字来做对比。伊讲犹太人受气杀，因为心硬，但是还未完全受气杀。若有一天因通受接纳，哇，安尼是何等大的代志！保罗讲，犹太人若有一天愿意接受耶稣，这是那亲像对死过活，对死过活，这是真强的一个表达方式，表示讲保罗非常看重犹太人的命运。犹太人若有一天要搁一届互上帝接纳，这是哪亲像耶稣对死过活遐尼大的代志。通讲欢喜到袂过，欢喜到袂过咧。犹太人会当得救，哪亲像耶稣对死过活。16节开始，保罗用例两个例要描写讲，少数的犹太人得救，仰望将来全部拢会当得到救。伊用米圆甲树根做例，米圆就是迄个咱讲迄个做头水的果子，咱讲初熟的收获，遐第一批收成的，要代表所有全部的收成，所以有民得救，像保罗家己安尼，有民得救，仰望有一天全部以色列嘛会当得救。讲到遮，伊转向外邦人，第7节开始到24节，保罗用树做一个例，来警告外邦人、外邦基督徒毋通骄傲。树伫旧约圣经内底，常常摕来做以色列的象征，不管诗篇、以赛亚、耶利米、何西阿，拢有用树做例来描写以色列人。这个特别，这个嫁接的这个譬如，将一个树枝接伫一个树头顶头，互伊结出好的果子。这是一个咱讲农业真要紧的象征。以色列人真清楚。保罗咧对外邦人讲这个例的时阵，外邦人嘛袂生分，因为咱知影
罗马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部分的罗马人嘛是咧做农业为主，所以因嘛当了解保罗用即个接机的即个例吼。而且保罗用的表达方式小可甲传统的概念无共款。咱知影传统的接机是将好的树枝接伫歹的树顶头，互迄个已经歹去的树生出好的果子。不过保罗伫遮是将歹枝要接伫好的树顶头，这是无下农业的概念的。不过对保罗来讲，这是伊真要紧的一个披露。所以17节开始，橄榄树枝是指遐拒绝福音的犹太人，野生的橄榄树枝是指外邦的基督徒，迄丛树就是指上帝的子民。所以伫遮咱看见保罗用复数来形容这个物件，就是要表达犹太基督徒甲外邦基督徒这两群人的关系。28节，保罗警告外邦基督徒，毋通对遐去用加落来的树枝来夸口。伊讲，毋是根伫我靠恁，是恁伫我靠根。这点真要紧。咱今日倒转去看基督教的历史，就知影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根。若无犹太教，就无基督教。基督教是伫犹太教的基础顶头起造起来。所以今仔日基督徒若讲咱已经取代犹太人，这种取代论就是夸口，看袂起犹太人，甲犹太人当作是会当放弃的。保罗伫遮警告外邦基督徒，袂使安尼，袂使安尼。所以伫19节，保罗假设外邦基督徒会用一种话讲，这个树枝建起来，就是为着要互我通接落去啊。但是20节，保罗讲，你毋通骄傲，着惊吓。因去用建落来，是因为无信。恁徛会条，是因为信。恁若无继续伫信内底，你嘛有可能去用加落来。所以毋通看家己遐悬，就惊吓。惊吓即字有敬畏的意思，你着要定定存敬畏的心。21节到22节，保罗伫遐用警告的话讲，上帝嘛无一定会留你。22节讲，你若无继续伫伊的慈爱内底，你嘛会受震动，失去伊的慈爱。这两节拢是咧对外邦基督徒的警告。到23节，保罗讲，以色列人若有机会悔改，因颠倒会当去互接倒转去。上帝若爱，伊就有法度甲伊接转去。所以，佫一摆讲起上帝主权、上帝怜悯。到24节，保罗用违反自然这句话咧讲，恁遮的外邦人去互接落去，是违反自然的方式。若安尼，遐原来就自然去互栽培的遐树枝接倒转去，毋是佫较容易吗？毋是佫较容易吗？所以这段经文咧警告外邦基督徒，毋通看轻犹太基督徒，也讲起犹太基督徒若愿意悔改，因要倒转来上帝的计划是真容易的代志。最后一段25节到32节，保罗开始讲起上帝听是超越族群的，所有人拢伫上帝听内底。这段也开始讲起伊对以色列的未来伊的计划。这中间一个真要紧的25节到27节，是用时间的概念在讲这个上帝计划。
250伊讲，这是上帝奥妙的真理。什么真理？伊讲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心硬，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阵，上帝就要互以色列人全家得到救。伫遮个语言，拢是用天启文学的一种语言。奥妙即字就是天启文学的语言。上帝计划本来稳重起来，但掀开，敢若迄个挂掀开，互你看见上帝的旨意。数目满，这嘛是天启文学的语言。咱读到启示录内底讲到足侪数字，迄拢是一种天启文学。而且保罗讲，数字若满，就是讲上帝计划若完成的时阵，所有的以色列人拢要得到救。这是26节所讲的。26节到27节，伊引用以赛亚59章，伫遐讲有救主要来，要除去这雅各的不虔不义。这是真要紧的一句话，要除去雅各的不虔不义。不虔不义这字，伫咱的罗马书第1章18节就出现一解。咱会记得罗马书1章17节是保罗的规本罗马书上要紧的这个主题。我无用福音做见效，上帝通过伊的义要互咱拢得到救。然后接落去第18节开始，保罗就讲起这个世间的人的不虔不义。到今仔日十一章就要结束啊，就是讲规个保罗的这个神学的论述，到11章要结束，咱后礼拜为12章开始要进入伦理生活的讨论。伫这个11章就要结束的时阵，保罗搁一解提起这个要紧的关键字，这个不虔不义，你要去互除去。哇，这拄好有头有尾啊！1章18节伫遐讲世间人不虔不义，到11章的落尾讲耶稣基督的拯救，要除去人的不虔不义。所以咱看见保罗伊的规个论述是真有一个计划，有头有尾，有前后呼应。咱讲前后呼应。到28节开始，保罗要做结论啊。伊讲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有两种的观点，一个是为福音的观点，一个是为竞选的观点来讲起以色列人的两种身份。对福音的观点来讲，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因正做上帝对敌；但是对竞选的观点来讲，因也是上帝选民，上帝还阁听因，上帝还阁听因。29节，保罗讲，上帝恩赐甲竞选未改变，未改变这字的原文希腊文有迄种未当撤回的意思。你讲出来应允就是应允，袂使收回去。所以保罗的心内有一个信念，就是犹太人袂去互上帝放弃，上帝袂放弃伊的子民。30节到31节，保罗伫遐讲起外邦人甲犹太人拢会经验同款的一历程，对无顺服，到变做愿意得到上帝怜悯。先是外邦人无顺服，但外邦人已经得到怜悯。现在换做犹太人无顺服，但是因有一天嘛会得到怜悯。32节做结论，所有人拢去用关伫无顺服内底，为着要互所有的人经验到上帝怜悯。这特别是对犹太人讲的，因为犹太人掠做家己的人靠家己的行为，但是经过这个无顺服，因才知影讲上帝恩典甲怜悯，才是因得救的方法。
最后33节到36节，保罗做结论，伫遮真有意思。保罗无佫讲论迄种真理性的讨论，伊的语气转做一种懊恼，敢若咱伫唱圣诗，用懊恼心灵的一种懊恼来回应上帝。伊内底讲起7项懊恼上帝的代志，懊恼上帝丰盛，懊恼上帝智慧，懊恼上帝财物，懊恼上帝是袂当测度的，懊恼讲上帝无亏欠人，是万有的源头。然后到最后，伊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当保罗咧荣耀上帝伫称颂上帝的时阵，咱来放伫迄个罗马帝国的处境来看，才会体会到保罗为虾米安尼讲。罗马帝国内底，咱知影所有的人民若有机会要懊恼，拢是咧懊恼皇帝。只有凯撒是咱的王，是咱的主。这是罗马人真爱懊恼的话。上伟大就是皇帝，但是保罗伫遮要引带罗马教会信徒唱一条无共款的歌。伊讲万民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伊得到荣光，直到永远。阿免。当咧讲起以色列人的命运，甲将来上帝拯救的计划的最后，保罗用上刑来做伊的结论。各位兄弟，今日咱读这段真长的经文，咱会当得到甚物款的启发？伫遮我提出2点，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头一点就是倒转去到咱阿萨斯班今日唱的迄条歌，上帝真奇妙，上帝拯救实在奇妙。即几礼拜咱读到保罗开始咧讲宣告的主题。伊嘛伫遐定义，啥人才是选民？伊的目的就是讲，多国、多族、多民，所有的万国万民，拢会当进入上帝选民的团体内底。今仔日第26节、25节到26节，伊佫讲起即个奥妙的真理。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心硬。通互外邦人归主，一直到数目满。这个奥妙的真理原文就是奥秘 （mystery）， 是讲迄个上帝迄个本来稳重的计划打显开，逐个人拢知影，上帝要拯救万民。各位兄弟，上帝拯救的计划确实就是奥妙，出人的意外。我进前罗马书伫头前咧，甲大家分享的时阵，捌讲起苏吉兰来咱台湾的一个宣教师梅干姆牧师，又出一本写一本册叫做《国王的人客》，伊用迄个耶稣迄个大宴席的譬如做例，伊咧讲起讲台湾教会真奥妙，所有进入这个教会的人哦。拢是出自意外的人，本来拢无咧用邀请的名单，无拍算，煞为后门入来教会安尼，想袂到的人拢入来安尼。我真解也甲大家分享，伊讲的人内底，包括我家己的阿祖，大家的即个单机上团队，本来是一个读册人，食鸦片。到尾也无拍算，伊嘛入家伫教会内面，这拢是出人意外的故事。这2年，咱也有看见，伫疫情慢慢伫遐较冷的时阵，咱这南教会这个新接待新朋友的事工，做到真正有声有色。几礼拜前。咱有一个欢迎新朋友的餐会，然后参加的人知影，
60-70个人参加伫迄内底，这真正通感谢上帝恩典。咱也有机会甲这新朋友分享，听因讲因的故事，大概拢会阁听到真侪这出人意外的故事。今日经文内底，保罗伊有一个真要紧的计划，伊关心的是信仰群体会当合一，通将来成做一个宣告行动的群体。也因为安尼，伊叫犹太人、犹太信徒，就放下因家己掠做骄傲的迄个条件。伊甲因讲，上帝有留用恩典竞选的少数人，恁这犹太人唔通袂记得，恁是上帝恩典竞选的，你唔通阁靠家己古早是上帝选民做骄傲。另外一方面，伊对外邦人嘛提出警告：你唔通夸口，你今日得到恩典，你唔通掠这做夸口，你唔通对遐去用架起来的手机夸口。你若要夸口，恁就要知，唔是君在倚靠恁，是恁在倚靠迄个君。所以保罗对外邦人、对犹太人拢同款的话，恁就放下本位主义，家己掠做要紧这种的心态。那安尼，教会才会成做教会，教会才会成做一个，毋是为了家己存在，是充满恩典、慷慨的教会。要成做教会，咱一定要成做一个慷慨的教会，对所有人开放、欢迎、接纳。确实，因为上帝拯救计划真奥妙，会互咱经验到恩典甲怜悯的人会骄傲起来，掠做家己比别人悬一等。保罗伫遐对外邦基督徒提出的警告讲：你唔通骄傲，着警醒，着惊吓。我想即句话是对咱今仔日的基督徒上接近的一段经文。做基督徒做久，咱未免嘛有骄傲、夸口、看袂起别人的心态。21节甲22节伫遐讲，上帝嘛无一定会留你啊，上帝嘛袂受剪断，你嘛会受剪断，失去伊的慈爱啊。这个警告毋是对外邦基督徒那点，嘛是对咱今仔日做基督徒的人。保罗提醒咱谦卑甲敬畏的心，才是正确的信仰态度。第二，最后这个小题目，保罗讲，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会得救。这句话引起几世纪来侪侪学者伫遐争论。而且讲的以色列人是甚么人？是咧讲迄族群的以色列人吗？啊，是咧讲真正的以色列人？若讲族群的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讲，只要是犹太人，拢会得救啊。啊嘛有一寡学者认为是安尼，上帝袂放弃伊的选民，所以有一天上帝嘛会互所有以色列人拢得救。但是这句话若讲以色列人是指真的以色列人，就是指遐愿意跟底耶稣的犹太人，安尼意思就无共款啦。大多数的学者较认为是第二种，就是伫遮保罗所讲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得救，是指犹太人甲外邦人内底愿意跟底耶稣的人，也就是讲，以色列人无另外一条路来得救，所有人拢同款，爱通过耶稣基督
才会当得到救。即种的看法也较接近保罗一直伫罗马书内底强调，就是以色列人嘛是遐有民才会得到救，就是经过受掠，愿意悔改改变的，倒转来的这犹太人，才通成做上帝的子民。各位兄弟，即个咱无答，咱毋知影，这是一个奥妙。以色列人的处境，今仔日嘛，也是世界真要紧的议题。伫加沙的所在，咱看见以色列人甲这巴勒斯坦的人，还阁伫遐相战。保罗讲的这个奥妙，离咱今仔日现实世界，哪像还阁真远？咱看见真侪犹太人心还阁真硬，还阁真骄傲，嘛还阁真自义。减讲保罗想毋对吗？咱毋知影。但是保罗伊个宣教的心志甲热情，这点是绝对咱爱学习的。伊爱咱成做一个合一宣教的团体，所有的人开放。这是保罗到罗马书的最后一再要强调的主题。因嘛，咱今仔日也对保罗的批信得到提醒。得到学习，做伙三个额头来祈祷。阮念天上的上帝，阮对保罗在论以色列人甲外邦人的关系，有得到真多的提醒，也得到真多的学习。伫信仰团体内底得到恩典，无应该骄傲自义。就用谦卑敬畏的心来行信仰的道路，这也是对阮今仔日真好的提醒。保罗也伫经文内底提醒阮，信仰团体有一个宣教的使命。伫这个宣教使命内底，只有通过合一，才会当成做宣教的团体。求你也将这个合一的心志放伫阮的中间，互阮伫合一中间做伙来做见证，互更较多新的朋友来进入阮中间，来领受主你的恩典。这叫做阮新的年要努力的目标。恳求你甲阮每一位三个弟弟，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131首，圣诗第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主呀，
请坐。即时是公道的时间，咱今仔日要为着下面的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请为着少年团契，咱今年有4位吼，要伫1月20到22这3天来参加大学入学的考试。咱为着遮个学生甲因的未来吼，那望上帝来亲自为因备办未来的道路，咱为着因来祈祷。第二，请为着新任的总统甲立法委员会当实行公义好人民，延续台湾的民主来祈祷。第三，为着教会建堂的经费，咱还佫有将近2000万的借款吼，咱为着遮的经费的奉献来祈祷。请咱大家同心开喙来祈祷。这点，咱请今仔日的司县长曾丰义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保守看顾，让台湾通完成2024年全球第1场大选。阮为着新任的总统甲新一届的立委祈祷，求主赐福这个政治人物，拢会当好人民。存谦卑的心，为着民国家来拍拼。选举也已经结束，求主亲自带领台湾早日恢复平静。教会少年团契客友伫1月10到22参加学生测验考试，恳求主亲自带领每一位客友头前的道路，伫考试过程中会当正常发挥。伫咧考试了后，志愿选择点名有主的旨意陪伴，求主赐福每一位学生，拢会当考到心目中的学校。感谢主引带教会建堂完成，同时向银行借款也还款结束。最后还佫有向会友无利息借款将近1400，继续接人做工，感动众会友为这个事工继续大道奉献，愿主看顾。本周天气变化大，嘛求主保守阮行。阮将以下的事工摆列伫主的面前，求主甘纳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咱用复原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碟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咱来看通知事项的部分。本月份的伫月长老是叶凤云长老。报告第一项，牧养部门定伫今仔日下晡1点，要伫宣教中心地下1楼来举行迎新接待服饰的说明会。请所有参与招待、接待新朋友关怀等事工的同工来参加。嘛欢迎中级以及有望要参与服饰的兄弟，咱做伙来分享甲交流。第二，2024年度的会员会议定伫2月初4来举行。迄日咱早起时9点举行联合礼拜。礼拜后线接好会，会中有各部门的报告，另外包括要接纳咱2023年的决算、2024年的预算，以及选举2024年检校委员等3个议案吼。咱目前在职陪产会员的名册有搭伫公报栏，请大家家己来看。若是需要更正的，请小会书记永德长老来反映。第三，咱再次感谢咱本教会林云阳牧师，伊对3月31日要退休，咱感谢伊这11年8个月的时间，伫本教会中心的服侍。第四，教会定伫2月初4。下晡2点要举办罗俊义牧师新册的分享会，甲耶稣做伙行苦路。地点是伫大礼拜堂，咱欢迎各位兄弟做伙来参加。第5，教会有举办万主之主启示录圣经系列的讲座。邀请到台湾新学院孙宝玲教授来主讲，嘛欢迎大家来参加。时间是过来的1月28、2月25、3月24，3个礼拜日下晡的3点半。地点是伫华语礼拜堂。讲座的中间用广东话来做演讲吼，现场会有华语的翻译机做翻译。第6，日本的两岛半岛伫1月初1有发生大地震，有造成侪的伤亡。各位兄弟，若是有意愿做伙来帮助遮的灾民，咱会当用咱的奉献地来注明是为着日本的赈灾的捐款。教会会通过总会来捐予日本基督教团来做援助救灾的工作。第7，为着帮助咱侪的长辈，万一因若是走失的时阵，会当通知厝内的人。内政部有开办自愿的手印建档的服务吼，有意愿的兄弟会当办公室这边来提同意书，本人签署了后，警察局会来本教会来办理吼。这项服务无限伫本教的会友。所以，咱会当请咱身边的朋友，也是其他的家人
做伙来吼。时间是伫3月初1拜5下午1点半到3点吼，伫主日学教室来进行。具体消息的部分，本会区军超兄弟伫1月初7安息主怀女婿62年，愿上帝安慰伊族。入念个别的礼拜定伫1月27日拜六上午10点，伫第2殡仪馆来举行。第2点，本会女属女姊妹伫1月初10安息主怀女婿82年，愿上帝安慰伊族。入念个别礼拜定伫1月26日拜5上午10点，伫第2殡仪馆来举行。其他的部分包括咱开会到介绍是堂客聚会大道事项，请大家来家己看吼。这点咱请陈永文牧师来介绍甲请安。各位兄弟，咱今日有几位来宾吼，一位是迄个地名长老的朋友吼，林志全，欢迎哈，欢迎。为高雄大公教会来高杰西，甲伊的朋友李国兴。欢迎哈！我看见迄个瑞林甲伊的先生倒转来吼，咱甲伊欢迎一下吼。嘛看到陈美惠牧师伫后壁吼，咱甲欢迎一下吼。那请大家互相请安。三甲来吟上营圣诗第390首。俄罗天父万福本源，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金丝线，请地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助，甲恁三甲弟弟，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密道闭会。若是有需要大道的兄弟，咱会当到外口的雨伞骹，有同工会来为你祈祷。